后来过来是这个郭台铭宣布无爱选总统了后，伊的太太是第一届来路面参加慈善暗会捐款做公益。访问到翁婿无爱选总统的问题，伊讲伊自头到尾拢尊重嘛支持老公所有的决定。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爱台湾，只是我也从来都没有真的反对我老公出来。其实如果他今天出来可以帮助这么多人，我不会，我一定是支持他的。对。那只是说曾经在一开始，当然心情会比较，就是在第一个 moment 的，就是说我也是有说过，就是身为一个妻子跟太太的妈妈的角色，可能会有一点担心，所以我想那是比较一开始比较一个正常的反应，但事实上我一直都是支持他的。这场慈善暗会是艺人方招的，有不少的名人共同来参与。这个公益所得要捐予台湾优质生命协会。